相隔8年再嚟到首爾，去4號出口附近搵巴士自助售票機。首先係選擇語言，按購買車票，然後選擇目的地或者輸入巴士嘅編號。之後再選擇落車嘅地點同埋班次嘅時間，輸入數量，熒光幕就會顯示一個總銀碼。最後用信用卡俾錢，咁就得㗎啦。我哋搭6009號巴士去江南區，巴士座位寬闊舒適，係出市區嘅首選。今次入住東環線，就有巴士站去機場同埋主要嘅景點都好方便。放低行李，第一站就出發去明洞。先去咗大使館找換店換錢，呢間個 rate 比較好，所以好多遊客都會嚟呢間。可能時間尚早啦，部分小食檔先至啱啱開始開檔，所以我哋決定提早食晚餐。我哋今晚揀咗食醬油蟹。烏達里家係一間醬油蟹專門店，韓國明星都嚟光顧過，店裏面仲有老闆同好多明星嘅合照。我哋揀咗2個 L 套餐同埋生牛肉，蟹味道好鮮甜，生牛肉就係必點。食完飯之後，我哋就繼續行街。除咗首飾，仲有服飾同埋家品。Alien 係主打年輕人嘅便服，旁邊仲有 Blue Elephant、Pop-Mart、Rockfish、Malide、Hermes、Oda、Olive Young 買 Converse。第2日，我哋就出發去石湖村公園。今次嚟嘅目的係賞櫻。湖嘅對面係樂天世界，沿住跑步徑仲有輕音樂播放，真係好舒服啊！公園嘅另一邊有一個大型嘅露天健身場地，設施種類同埋數量都好多，可以同時供好多人一齊使用。我哋梗係即刻去玩下啦！如果屋企樓下有個咁大型免費嘅健身場地，就冇得偷懶啦。開公園過咗對面馬路有一間餐廳，我哋就食咗個 brunch， 之後就出發去 Kotex Mall 入邊嘅星空圖書館。好多旅客都慕名而嚟，到時尚同文化潮流勝地合歐庭 B1 至 B4 更都以前衛創新風格打造而成。B1 係一間藝術甜品店，1至3樓係 Gentle Monster 嘅陳列空間，4樓係韓國香水品牌，運用咗黑白色調同埋光線位置嘅平衡，俾出簡約又具美感嘅購物空間。接住落嚟係 Wingo Wingo 同埋 London Bagel Museum。Wingo Wingo 係以繽紛鮮明同埋充滿童真嘅風格，店裏面以招牌熊仔同埋微笑花花為主角，深受韓國年輕人嘅喜愛，成為一個熱門打卡嘅勝地。經過 Space 就俾入邊嘅紫色 Kuromi 吸引住啊！原來樓上仲有 Medic 快閃店，梗係要入去行下啦。
沿路仲有一間以 G-Dragon 為主題嘅貼紙相鋪頭。EPT 係主打年輕運動鞋嘅門店，近嚟都有好多韓國嘅年輕人着。跟住我哋就嚟到呢間嘅燒肉店，呢間網上面都有好多人介紹。我哋要咗2人份嘅肉加1份生牛肉，負責幫我哋燒嘅係一位墨西哥籍嘅侍應生，全程有講有笑，食得好開心啊！旅程嘅第3日中午，我哋又去試另一間醬油蟹。呢間花蟹堂攞過好多唔同嘅獎項，連本地人都鍾意嚟呢度食。肉質鮮甜同埋唔會太鹹，係值得推介嘅醬油蟹專門店。午餐之後，轉過一個公園去如意島現代百貨。呢間名副其實係韓劇裏面嘅有錢太太嘅高級百貨公司。離開百貨公司就出發去弘大。弘大商圈係位於首爾西部麻浦區，鄰近弘益大學。商圈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時尚服飾小店，價錢合理，係女士們購物必去嘅好地方。大約6點，我哋就出發去豐川鰻魚。落車之後行6-7分鐘就到啦。由於時間尚早，我哋等咗幾分鐘就可以入去。一坐低，阿豬媽已經攞咗2條鰻魚過嚟，二話不說就開始燒啦。燒到金黃色啱啱好。鰻魚配上紫蘇葉同埋配料，味道真係超正，真係食到停唔到口啊！食飽飽，我哋就出發去首爾樂天歐萊同埋超市，之後返到酒店仲買咗份橋村炸雞做宵夜。朝早喺 Egg Drop 食咗份早餐，就出發去北川韓屋村。北川位於中路區，喺景福宮同埋昌德宮之間，係以前朝鮮2班貴族所居住嘅豪宅區，吸引咗好多遊客嚟呢度影相打卡。如果想影靚相，就要清早嚟啦。由原路行去益善洞。益善洞商圈鄰近仁寺洞，已經有100多年嘅歷史。附近聚集咗好多網紅咖啡室同埋甜品店，充滿文青風格，深受韓國年輕人同埋外國遊客嘅喜愛，係人氣超旺嘅首爾新景點。呢間小蟹甜甜主打新鮮嘅麵包，味道都唔錯。然後嚟到廣藏市場，係首爾著名嘅傳統市場。搭地鐵1號線去到中路5街站9號出口。廣藏市場經常都有好多人，建議大家平日中午以後嘅時間嚟就最好。仲有好多間賣棉被嘅鋪頭，質料舒服，價錢仲唔貴。CP 值高，建議大家帶定現金，因為未必每間都收信用卡㗎。呢度除咗賣棉被出名之外，仲有好多唔同嘅小食檔。韓式燒餅、辣炒年糕、生牛肉、綠豆煎餅、麻藥飯卷、生章魚等等，各式小食應有盡有。準備去聖水洞之前，就嚟咗黑白大廚8種元嘅香401，呢度以炸醬麵、炒馬麵同埋糖醋骨等招牌菜而聞名。聖水洞係購物必去嘅地方。
而呢個品牌係主打青春甜美嘅彩妝。下層展示咗另一個系列個人護理產品同埋香水，成個格調都好唔同。而鋪頭對面就係 Christian Dior， 亦都係一個必去嘅打卡點。聖水洞原先係一個沒落咗嘅工廠區，近年因為文創工作者嘅進駐，將原先已經倒閉咗嘅工廠同埋倉庫裝修成為鋪頭，留低原先社區裏面嘅懷舊感，吸引咗好多潮牌商家喺呢度開店同埋舉辦快閃店。離開之後，我哋就去咗廣律區一間24小時嘅大型汗蒸幕，裏面設施包括汗蒸幕、3溫暖餐廳同埋兒童遊戲室。購票後，唔台阿豬媽就會俾你手牌同埋毛巾。澡堂係男女分開嘅，而汗蒸幕同埋休息區就係共用。今次係我同老公韓式汗蒸幕初體驗，爽啊！晚餐我哋就揾咗間韓國人日常嘅飯堂，主打係韓式飯團同埋餃子。今朝早餐之後，我哋就出發去做醫美。登記後，室長會先同你溝通了解想做嘅療程，俾錢後職員就會帶你入房，安排洗面同埋由醫生進行療程。現場仲有普通話翻譯。依選擇上晝嘅時段，人流會比較少。完成後，我哋就去咗附近一間餐廳食個 lunch， 味道好，價錢都合理。之後出發去新世界百貨，外國遊客仲可以去到8樓服務台領取飲品券，每人有2張。喺百貨公司旁邊就係高速巴士站地下街，除咗遊客外，仲有好多當地人喺度買嘢，價廉物美。今晚我哋又去食燒肉，呢間嘅豬肉好有豬肉味，價錢仲好抵添。最後一日旅程嘅尾聲，出發去機場。到達後，我哋就去咗 Terminal 1 3樓出境大堂嘅 H 區申請 SES 自助通道。首先喺入口處按紫色掣攞咗飛仔，然後職員會嗌 number， 嚟到櫃台前打手指模影相，輸入居住地嘅電話號碼。大約3分鐘後，職員就會喺你嘅護照上面貼上貼紙，咁就辦理好啦。而有效期係同護照上嘅有效期係同一日，咁下次出入韓國嘅時候都可以好似韓國人咁行自助通道，慳翻唔少時間啊！完成後去 Airline Check In 就正式結束我哋今次嘅首爾之旅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呢條片，就請 comment like share，下次見。